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电伫南投水里的明潭发电厂，伫明潭下池的水库来放10500尾的草鱼、大头鲢、甲花卉等等的鱼仔仔。透过这种自然生态食物链的做法，达到维护设备甲生态的双赢。厂长张天水和水利乡长叶明峰带领全部参与的相关人员和地方头人来放置真侪种的鱼仔仔，算是恢复生态和发电设备用心。潭里面都有鱼类放生有不同的种类。大概3、4种。水利发电是水利真重要的特色。乡长叶明峰真感谢滨潭发电厂用心来维护下池的生态平衡，确保发电设备安全。总数是10500尾，就是为了整个水库的生态平衡，还有水库的这个水质的考量。电厂人员嘛，好有乡亲一定公告是危险水域，禁止水上活动，袂当伫咧遮钓鱼仔，嘛禁止民众伫咧遮乌白放生，不属于本地鱼仔种类，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